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次来到主宝座前同心敬拜。现在我们预备心，从关心教会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109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于今天第2场礼拜中颁发。11月22号到23号，本会正以文传道代表参加台北中会青年部举办的青年事工及校园新媒体观摩。11月27号晚上7点，于本会礼拜堂举行感恩见证会。12月19号举行圣礼典，如欲受洗，请向办公室报名。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者，请代祷。圣诞真平安系列活动即将于11月27号开跑喽，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看周报。教会新增定期定额的奉献方式，详情请参阅招待桌上的表格与范例。本会有预备明年的月历，每家1份，下周开始发放。今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举行圣经研习课程，欢迎大家一起参与。11月28号下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杨晴妹长老分享，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1月28号下午1点，少契举行家长座谈会，恳请国高中生家长拨冗参加。谢灵满玉姐妹的大儿子谢熙中于11月16号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属。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念今天的金句2次，请耶稣回答。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接下来我们一起站立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爱是那么长阔高深，你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战胜了死亡，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心里明白，这个宝贵的救恩，是因为你已先爱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早就计划好了。感谢你，使我们借着你的奇异恩典与你同在。感谢你引领我们开口祈祷，求加添我们对你的渴望。感谢你派遣圣灵来教导、指引、劝诫我们。深深的求你在今日以圣灵启示充满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的果子，可以在众人面前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知道，你若究察我们所犯的罪，谁也无法在你面前站立。但你有丰盛的赦免之恩，我们
们只不过是靠着你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才能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只有谦卑、感恩以及赞美。求主让我们勇敢地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来见证你的名。让我们起来，除去旧我，离开舒适圈，用行动来成就我们对你的渴望以及立志。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众人明白你的道，活出你的道，让我们再次与你约定，能够成为真正活出你复活之道的门徒。保守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让我们勇敢地为你做见证。亲爱的天父，现在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用赞美歌颂你的名，求你清空我们内心的烦躁，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得力。这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及福分。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做光照的工作，做成全的工作。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这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欢呼、称颂、赞美这位创造的主，这位丰盛的主。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遵从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遵从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遵从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让我们再次赞美他，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把
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是的，主，你是施行拯救，你是医治我们的耶稣。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用洁净的心塑造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顺着你的旨意来寻求你。主，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站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真实的悔改，会站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真实的悔改，会站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真实的悔改，会站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是的，主，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主耶稣，讨主你的喜悦，就像你那么样的爱我们，用尽各式的方法向我们启示、展现、说明你真实的同在。特别在这个时刻，求主让我们能够借着亲近你，也能够经历到主你亲近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我们感谢主上帝，今年我们经历过一个蛮大的功课挑战。外在的环境挑战压力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内在心灵的世界，我们一样要面对一些功课。尤其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虽然说现在已经渐渐解封，但是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
还是没有解开来。这不一定是这次疫情的关系，也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事件，让我们会锁在自己觉得比较舒适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圣日，当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经历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这个宇宙的主宰天父上帝，他在我的心，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要跟我对话的。我们今天要用这句话，我为此而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句话是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一句话。这个我们要重新来看看这段经文，它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尤其是在耶稣在地面上最后的时刻，跟比拉多的一个对话。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我们请洪龙执事带领我们来领受这段上帝的话语。于是比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比拉多回答：“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同胞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呢？”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对话，也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算是最完整的一句陈述。每一个人，每个受创造的，或每个事件，我们的相信都有上帝的心意，有上帝要赋予它的意义。这是非常特别的基督教信仰的信念。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是空空的、白白的发生，也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那太难了，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万念俱灰”。万念俱灰，意思就是什么？那些事情好像就是火烧了纸一样，变成灰，不见了。太多事情，人生遇到了太多事情，就像这些灰烬一样，风一吹，什么都没了。这是人世间的体验。但是呢，基督教信仰在圣经告诉我们，每件事情、每个人、你的生命每个阶段所面对的，一定有上帝要跟你说话，他要亲近，他要赋予意义的地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回过头来，那么对于人类呢，对于群体呢，我们就经历到，特别是教会2000年来在宣讲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进入代降节，他要显明上帝的爱。基督教信仰在说的就是上帝是爱，神是爱，爱就是上帝。但是到底爱是什么？上帝是什么？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来显明，来表达出来。我们常常人跟人彼此的互动，也是借着这些礼物来表达出我的心意。朋友生日了，家人有好的事情相聚了，我们会借着看得到的事情、看得到的礼物来表达你看不到的那个关心。你会借着看得到这些事情，想尽办法。我还听到有个朋友，为了他那个时候比较行动方便，为了他所爱的人，那个真是年轻人的疯狂。他告诉我说：“许哥，我买回来了。”我说：“你买什么？”我帮我女朋友买了一个礼物，坐飞机到香港买了个礼物回过来，那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为了要表达出那看不见、无法叙述的爱，他用看得到的礼物来表达。天父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什么是上帝是爱，要表达这个。第二个呢，
但是这个礼物太特别了，不是我们再来圣诞节看到的一个 baby 婴儿降生。这个礼物要出来，它是一生的。这个礼物从出生到最后的时刻，它向世人来表达、来启示十字架上的救恩。这是我们在说的基督教信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教会节期，也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有节期。你从1月到12月，就好像时钟转了一圈。但是呢，我们教会会有一些节期，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去明白、去体会、去领受刚刚说到的上帝是爱，他如何向我们展现，如何向你亲近，如何向你打开。所以教会的节期的新年是在我们上面看起来比较不太清楚紫色的那个，就是等待降临的节期，等待耶稣出生的节期，我们称为待降节期，或叫降临节期。等待耶稣降临的这个节期是教会的新年，新尼啊。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礼拜，第一天是下礼拜，以今年来说是下礼拜。那如果下礼拜的话，那回过头来今天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说从去年的待降节，2020 11月29号，去年是待降节第一主日，弟兄姐妹预备心，等待耶稣降生，降到我的生命里面，一直到今年的今天。那所以今天是第52周，以过去这一年待降节期，今天是第52周，所以今天可以说是年终，我们彼此大家说恭喜，或者说彼此祝福，祝福我们能够过年终，进入新的一年。年终呢，也是一件事情，叫完成了。因为教会力不是为人而预备，虽然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但是让弟兄姐妹学习到底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出生来到世界，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完成了，完成了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今天是年终最后一个礼拜，也是完成的时刻。整个教会节期一年完成的时刻，完成了什么？就是耶稣成为人来到世间是要做王。那你就会体会到刚刚耶稣跟比拉多的一个对话。比拉多是在罗马，现在的罗马的地方，意大利罗马的地方，罗马政府所派出去的一个总督，所以他管辖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他所住在的地方，他会游走，但是这位总督比拉多跟耶稣最后的一个对话，刚刚我们所读到了。比拉多问他：“你是来做王的吗？你是来做犹太人的王吗？”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巴勒斯坦犹太地区相当程度有一些犹太公会可以治理自己自治的地方。你是来做这个王的吗？才会有今天的对话。是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所以今天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用约翰福音18章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虽然说才要出生而已，马上就要等圣诞节，但是他做王，他真的掌权的时候，就是基督徒经过了1年52个礼拜，你跟着耶稣走了一圈，你跟着耶稣走了一圈，到最后你愿意承认他是你生命的王，他是你生命的主宰。这样的话，你跟着耶稣走了一圈，他为真理做见证。刚刚他回答：“我为此而生，为了做王。这个王是要显明真理是什么，要让我们知道生命的道路，真理到底在哪。”这个是我们在说到教会节期给我们最大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是1年52个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是不是？好，这样你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你就再来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比较深刻了解。从约翰福音
第18章28节开始，一直到了第19章，我们会看到一段的对话，就是比拉多跟犹太的领袖群众以及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它有2个场景，一个场景就在总督府，或者是说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地方，它有它的座位，能够让来的人在那个地方论述，他可以做判断。今天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比拉多走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在这个总督府后面的一个房间，到了那个房间，他是把耶稣叫进来，跟他中间有一个对话，是其他的群众听不到的一个对话，是一个最隐私、最私密的一个对话。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今天经文说，比拉多就怎么样出来。也就是说，从他后面的房间跟耶稣的对话以后，他出来到众人面前，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我在后面很舒服，对不对？怎么突然你们敲锣打鼓要申冤呐？就好像在以前的中国要申冤，你们到底要告这个人是为什么？”比拉多出来就到了在类似今天法庭的地方。其实就在他的总督府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比拉多告诉这些群众：“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来审问他。”在我们今天的对话是耶稣跟比拉多在后面的对话，但是在这之前，耶稣在公开的场合告诉这些人：“你们照你们的律法可以办理他。”因为罗马政府有给犹太公会治权，你们可以自己来治理，你们可以去审问他。这个审问没问题，因为昨天晚上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还记得吗？在耶稣被送到比拉多之前的前一天，耶稣已经被抓，已经在犹太公会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了。所以犹太人说了这句话，很特别的话。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句话说出了第一，他们已经定义要让耶稣死了，对不对？第二，他们用这句话来表达出我们能够做的范围，我们被授权的范围，能够审判进行，但是只到这个地方为止。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如果你往圣经往前看，你还记得吗？耶稣曾经讲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要显明荣耀，被举起来，而不是被石头打死。犹太人没有权柄杀人吗？有，但是用什么方式？石头砸死人，否则想想看，才几年后，这几天耶稣复活了，然后几年后。他们曾经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人，叫做司提反，还记得吗？罗马政府没有究责是哪些人丢石头，因为这是犹太律法，罗马政府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有权柄可以杀人，但是这个人他不敢动不了啊，找不到他们律法里面的理由来。虽然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要体会到这句话，这犹太公会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其实最重要，他们要假借比拉多的手，假借罗马政府的手来判耶稣的死刑，执行耶稣的死刑。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比拉多进了总督府套里面去，把耶稣叫进来。他们刚刚在说这些话是真的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体会到，刚刚跟犹太人的对话里面，他体会到，这个人真的不一样。整个故事，比拉多离耶稣最近的时刻就是这时候。耶稣曾经进入了他心里，但是比拉多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挣扎。到底我要跟他多一些对话，还是我看不起他？犹太人说你是王，犹太人算什么嘛，对不对？跟罗马政府比起来，跟罗马的帝国比起来，犹太人算什么？
你当那个王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你们在争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时候是比拉多离耶稣最近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常常会有这种对话：耶稣算什么？2000年前那个耶稣跟今天的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会在生命很重要的一些关卡上，无论是你在表面上看到的考试失败了、骑摩托车出祸了、拉肚子了，或者说碰到了一些人情世故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促使我们离耶稣最近。但是当我们一转念，当我们一找到人可以帮助的时候，当我们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那个让耶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间永远跟我们同在的机会。比拉多在这时候离耶稣最近，所以耶稣回答了他一个：我的国。耶稣回答2件事情，第一个，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和合本2010年的修订版，所以他讲的比较清楚。以当时的情况，那些跟随他的人，如果要把耶稣抢走，放个好地方，把他安置好，不会被判死刑，那不是难的事情，那不是艰难的事情，不是困难的事情。才前一天，在科西玛尼园，他们可以不需要在那边等着罗马的兵丁来，对不对？所以耶稣要离开那个场景，不是那么困难。好，我的部下会为我战斗，在那个时候很多那种游击队的情况下，不是那么困难。可是主要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靠武力来征战、来征服，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乃是要建立在人的心里面，用爱心来征服。这样一个爱的功课，用了几百年、几千年，要让人类来了解。这第一个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耶稣第二个跟比拉多的对话，那就是今天的中心了。他说：是你说我是王，世界上人这么说，我为此而生，就是为了当王而来生，为了成为掌权者来到这世界。那个掌权者不是要约束人，要指挥人，要差派人。这个王反而是反过来为真理做见证。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生命中间的一个情境，经历到上帝真实的同在，这个叫真理。真理要显明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世界30几年的原因，我刚刚说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道理，真理是要上帝来的事情，上帝来的话语，上帝来的能力，让我们领受到显明在人世间，这个叫真理。问题这样讲太抽象了，所以真理必须要成为人，经历这样30多年来为真理做见证。做见证就是要告诉大家那是真的，做见证就是告诉大家你会跟他有关系。所以耶稣说，听真理的人，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耶稣我们比较喜欢的是他5饼2鱼让那么多人吃饱。耶稣我们比较喜欢的是当我们在宴席的时候缺酒了，酒不够了，我们比较喜欢他这时候出现。耶稣我们比较喜欢的是你很难过、拉肚子、身体很难过的时候，耶稣啊医治我。耶稣我们比较喜欢的是这些时候。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他为真理来做见证，我们属于他，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为此而生，这句话你有听过吗？你有在看 NBA 的人，你还记得去年吗？这一位小鲍尔，他有2个哥哥，他是排第3，2个哥哥都在 NBA 打球。他的哥哥在2017年选秀的时候是状元，他去年才18岁，他高中毕业以后马上到澳洲去国外征战，增加他的经历。所以在去年选秀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说，谁会是那个状元，谁会是探花？人家记者当然就问他，你觉得呢？他说了这句话，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小有上主日学，
但是他说这句话，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而出生，我就为了这个时刻而来。这是一个运动员，他生命中间才18岁而已，18岁、19岁，他看到他的一生过去，我为的努力，从3岁、5岁跟着哥哥姐姐打球，那从中学1年级就开始打人家的初高中联队，这样的一个，他说我为此而生，在他生命中间有很清楚的目标，你就可以回过头来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说，我为此而生。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知道他是为了最后，耶稣基督能够完成上帝的救恩，对世人的救恩。所以加尔文说过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如果你认识自己，知道我为何而生，知道我为什么这时候在这个地方，认识自己，在每一个时刻、每一天，认真来认识这个地方，你会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更认识那个奥秘的上帝。你在认识上帝的中间，在读经、在灵修的中间，你会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看到自己。这是加尔文在说的，所以认识上帝使我们更认识自己，你更认识自己，会让你更认识上帝。因此，他在讲到一个就是生命的奥秘，在关系。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比较真实、比较亲近的时候，你跟其他的人，你就可以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平衡。你跟自己会有欣赏、会接纳，但是你会有意识。会有自觉，因为上帝在你里面，你会有意识，会有自觉，你会有肯定，但是也会知道自己的有限跟软弱，需要这个上帝的怜悯跟引导。不止这样，跟其他人的平衡，跟整个受造界万物之间，生命的奥秘就在这些关系里面。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我为此而生，为真理，为真理做见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还知道，耶稣在说到“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真理不是道理，它是指到一件事情、一个生命它的真实跟实际，不是在讲道理。我们常说这个人在讲道理，不是，而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你现在所看到场景，你看到的许成道，他在显明上帝的一个真理，不是许成道是真理。今天我看到的弟兄姐妹一样，在显明上帝创造生命的奥秘。这样的呼吸，这样的行动，特别是心灵被上帝吸引，在主日的时候到圣殿来敬拜，我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耶稣在说，他是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属于这样真理的人，就会听耶稣的话，会听懂耶稣的话，会听懂那个 I am 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 I am， 我就是我那个上帝，他到底要跟我们表达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1节、32节这么说：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在这个地方跟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犹太人中间也有人知道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对信的人说，你们要遵守，信跟遵守是连在一起，然后就会明白，就会晓。我相信一项代志，然后我照安尼去行，我就会明白，我就会知，对吧？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吃鱼可能对我比较好，那么我就照这样来做1个礼拜、1个月、1年，发觉鱼对我的好到底是在哪里，我就晓得了。同样的生命的真理。信又遵从的人叫做属真理的人。什么叫属真理的人？就是你相信了，然后你试着照这样去做，你就是属真理的人。
在这样行动的过程中间，你越来就越听懂主耶稣的话。所以耶稣的门徒曾经在5饼2鱼的时候，这个比喻讲完以后说：“你还要讲其他的这些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给我们解释什么啊？因为曾经在撒种的时候我们听不懂，后来你解释了，我们就稍微听懂。信又遵从属真理的人，就会听耶稣的话。如果这样，最后回过头来，在我们的生活情境中间，保罗就提醒我们，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其实你有很多的机会，你到底要接受或要给他拒绝？电话来了，你要接受或拒绝，像手机一样可以这样。但是保罗提醒我们，预备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耶稣一点都不糊涂。好，我们可以发现他从小一直到30几岁，他虽然知道这一条路不好走，但是他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为何而生，我为何这个时候不是在天上的宝座，而是在人世间受尽苦楚。他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才会说：“我为此而生。”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教会历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说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比如说，从去年的代降节，我们预备了，还记得去年吗？你有参加感恩见证餐会吗？感恩见证会吗？你有参加很多的福音茶会吗？还记得去年12月？预备了1年，到今年，我们面对了开始的疫情，而甚至今年3月，上帝给我们有教育馆献堂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再来到了5月，经过了疫情的挑战，在这一年里面，你有没有学习、有经历到我为何在这个地方？我为何而生？耶稣说，真理就是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听到他的话，然后你照这样去行，而且后面很重要，你会晓悟，你会明白，眼睛一开啊，原来那个事情上帝跟我讲什么，虽然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上帝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特别是如果以教会节期来说，是最后一周，耶稣要做王，你愿意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真实的做王吗？听听他的话，遵循，然后你自己也会发现，你会经历到我为何而生，我为何在这个地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经历。你自己来到我们中间，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天父上帝。谢谢主，为真理来到这个世界上。谢谢主，为了十字架上的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主，谢谢主，为了显明上帝奇妙的爱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求主耶稣，你这种从头到尾不改变为此而生的信念，也带领我们坚定地跟随你，我们就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得自由，看到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愿上帝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一起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
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应许降临在这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愿你的灵照你应许降临在这里，至高神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感恩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教会历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谢谢你能让我们能够到你的宝座前来领受你那奇妙的爱。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能够真实的来认识真理，以便于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自由。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让我们能够向前行的时候不孤单也不害怕，每一件事情都有主你亲自的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今天礼拜到此结束，请于订阅后